是小的，找到的人也少。台中国际击剑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前不走正门，进入四生六道，胎生二牛马羊狗之类，卵生眼鸡飞行之类，湿生草鱼之类，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，泥丸风气先前不齐，在世投胎为人，认母归根修道，目的在离苦的乐，唯有认母归根，方能超生了死生。